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2月16日，耶稣说：“你们找谁？”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RPG 祷告的金句记载在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了10个观点中的第6点：圣经保护我们免受世俗的风吹草动的影响。这世上确实有太多的因素正影响我们，想把我们从主的身边拉走，特别要用各式各样可能是吸引我们眼目或者是让我们真的是被一些事情给抓住，特别是那种很惊吓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是来到了耶稣要被抓拿。我们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整天腻在耶稣旁边，我们立志跟着耶稣，耶稣总是可以给我们人生那个很好的指引帮助，甚至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而这此时此刻，耶稣却被抓拿，我们会不会很惊吓？会呀，就像主耶稣他所说的，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杖人，羊就分散了。这是撒旦的伎俩我们看今天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像他被击打，羊群就散去。确实我们一时真的会恐惧，会惊慌，我们被这些不好的情绪抓住了，甚至我们四面逃脱，真的是像被打散了这一群羊。但主复活之后显出他的他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又会被聚集起来。所以亲爱的大家，今天耶稣他这个要上十字架的路，那个黑暗是暂时的，复活是永远的。我们神自己，耶稣自己都会暂时进入到那黑暗的隧道。我们跟从他的人，若在那黑暗里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要跟着他复活。而耶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他独自面对，他旁边的这些门徒没有惊醒的。所以主的孤单，他也正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觉得孤单，没有人与我们同在，他能够理解，他能够了解。主在这么大的试探、试炼、困难当中，主独自面对，他当然希望同伴陪他，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让我们的同伴，我们属灵的同伴，我们不要让他们孤单，守望祷告。因为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主要我们跟随，而我们这个跟随的人，面对主被抓，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我们愿不愿意跟上去？我们能不能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他死了之后还要再来呢？甚至我们看到主甘心顺服舍己他的这个精神，因为他知道他为此而生，
他为此而生，他就很知道每遇到的一个黑暗软弱，他都能够承担。我们的主经过这一切以后，其实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跟随他的人一样会遇到黑暗软弱，甚至我们跟随的人是亏欠，对主不忠实，但主却还全然爱我们。求神来帮助，让我们即便那黑暗到黑暗掌权，而基督不是不能掌权，而是基督愿意走这一招，然后从黑暗中出光明，使跟随他的人有凭有据，跟随他的人都跟他一样走这样的路是复活的路。彼得3次不认主，更是在主他知道我们的心。那个困难世界的路，彼得一开始他是绕跑的，他3次不认主，可是主仍然爱他，主仍然爱他，主仍然爱我们，因为主早就知道，但主预先告诉我们，我们胜不过主仍然等我们，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接纳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样，我们真的，我们的对主的信心没有被炼尽啊。而我们知道，在的知道主爱我们，3次不认主，只有一个轻轻的疑惑。我们呢？我们的疑惑有吗？我们的疑惑主知道。即便像比拉多这样子居高位的人，他都要在主面对这位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都有一种心里的渴望，想要知道什么？想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在这里问了4个问题，其实也是代表着这世上的人，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你说的是，就是主没有否定他是王。接下来他问，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你做了什么事？这样你是王吗？我们相信比拉多这样子问，你是王吗？他不断的这样问，其实是要抓主的把柄啊！因为当时候的罗马帝国不可以在罗马帝国以外再立一个王，除非是被封的像希律王、像诸侯一样，否则你不能自己说是王。如果主说的话，那他就有把柄。那另外一种可能，我想比拉多被主耶稣里面那个属天的尊贵，被他的气质所震撼，所以他觉得这个人不一样。别人诬告他自立王，他自己却发现这个人里面确实有王的生命跟尊贵。所以比拉多再三问，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上，特别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哇，这个我们的主回答的真的是王的位分啊！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特别提到，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所以比拉多其实从头到尾都很清楚，耶稣没有罪，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可是他却没有勇气
坚决他的判决。甚至最后比拉多还问真理是什么，因为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上，特给真理做见证。真理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他自己身为审判官，但是他却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或说他因为已经看多了，在这黑暗的时代，这个大染缸里面他打滚很久，他知道没有所谓的真理，人都是为了自己，都是自私自利自义，都是没有真正的所谓的为真理。所以比拉多问了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比拉多问了什么问题，想要怎么样厘清什么原因，他都很可惜。当他有机会为主来做见证，为主回转，但他没有。恳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为真理而站立，因为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为主而生，也要为主而活。真理是我们一辈子我们要去寻求的。真理，寻求真理的路就是智慧的路，而唯有耶稣说他就是真理，道路它就是生命。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职场、学校或家庭中，为真理站住，并为主做见证吗？如何为真理来站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次读到你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甘心把脚踩在十架的道路上，甘心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心就感谢你。你本不需受这样子的苦，而你却愿意。我们感谢你，也愿我们的生命献给你，因为你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你而活。恳求你激励我们，使我们有勇气走下去，为真理，为你的名，你的圣名而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为主而活，为真理而活。我们明天见。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